你以為讀國際學校就個個小朋友都中意睇書、返學親子關係和洽，咁你就諗得太理想啦。我小朋友由 K1 開始讀緊第4年，我以過來人嘅經驗話俾你知，有3種家庭千祈唔好由幼稚園開始讀國際學校，否則會越讀越焦慮。Hello， 大家好，我係 Miss Ellie， 美國註冊讀寫治療師同埋遊戲治療師，喺香港執業超過11年。我都有一個6歲大嘅小朋友。如果你對唔同嘅學制、學英文同親子教養都感興趣，歡迎訂閱我嘅頻道。首先講下第一種唔適合嘅家庭，就係嗰啲得幾歲已經完全唔聽父母講嘅小朋友。因為國際學校本身就已經係好鼓勵所有人都要從小做自己，所以佢哋係唔會規範住小朋友啲行為嘅。例如你睇嗰啲幼稚園嘅公開表演，你係會好多時候見到啲小朋友喺台上面係搞人啦、唔做啦、喊啦，但係老師係唔會點樣處理嘅，除非太誇張啦，或者就算事前佢哋知道有邊幾個係特別麻煩嘅話咧，佢都照俾佢出場嘅，因為佢哋覺得小朋友係咁噶啦，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平等嘅機會噶嘛。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咁包容嘅環境啦，令到好多小朋友咧其實都唔知道乜嘢叫做 appropriateness， 一個場合感，即係話唔知道咩嘢叫做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咩叫做應有嘅學習態度。而又因為呢啲小朋友真係太細，基本上如果頭6年你冇清晰嘅指引俾佢咧，佢係好難去調節到自己嘅行為嘅。咁而最近咧，我就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啦，就係話說咧，我幫我個女咧準備一個入學面試喎，咁我就喺屋企同佢模擬個 interview 啦。咁我發覺咧，佢真係唔知道乜嘢叫做 formal 嘅場合，因為佢個坐姿係會自由奔放啦，跟住講嘢又冇嚟正經啦。總之就係平時喺學校同老師講嘢嗰啲 tone 去 interview 咯，因為佢根本唔知道個分別係乜嘢。加上我個女係 COVID baby， 佢2019年出世嘅，咁所以咧佢係冇經過 interview。細個嘅時候係拍片咁樣去申請學校噶嘛，咁跟住佢入咗一條龍，咁所以佢直升小學咯。於是咧我就好清楚咁教翻佢2樣嘢。第一， interview 係咩嚟嘅咧？個目的係乜嘢咧？有咩 expectation 咧？第二就係佢係有個 mission 嘅 impress the interviewer， 要將最好嘅一面咧去表現俾個老師睇嘅。跟住咧佢就識得調整啦，點樣坐啦，點樣有條理咁樣將腦袋裏面嘅說話咧講出嚟。佢本身嗰個語言能力同埋個創意係好嘅，所以內容方面咧我唔係話好細教。咁呢個 credit 咧我要俾翻學校嘅。咁但係態度同埋場合感咧就係我自己屋企要執啦。咁好彩我個女係一個聽我講嘅人啦，咁基本上我講一句佢就改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個小朋友係完全唔聽父母講咧，幾歲大你就開始俾佢咁大自由度咧，坦白講讀國際學校咧可以係一個災難嚟嘅。第二種唔適合嘅家庭咧就係父母唔打算學新嘢，或者完全冇時間跟進。國際學校要讀得好咧，嗰個跟進係真係好多嘅，而且呢啲 follow up 咧都係無形啦，同埋家長自發嘅。例如我小朋友學緊 different homes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唔同嘅屋企建築，咁所以課後咧我就要同佢睇一啲關於建築類嘅書啦。出街見到唔同樓齡、唔同風格嘅建築物咧，又會同佢講解下，引導佢去觀察啦。咁呢啲嘢咧其實補習都真係補唔到嘅。咁總之咧就係喺日常生活入邊啦，你要接得住學校教緊嘅嘢。另外咧，因為 IB 係 project base 啦，所以而家去旅行基本上我就會預備一本 sketchbook， 除咗俾佢畫下畫之外咧，都係儲一啲門票嘅飛尾啦，影相 print 出嚟，然之後整一本回憶錄啦。唔止係打發時間，仲可以教下 project skills， 例如點樣跟個日期去整理翻啲資料啦，相下邊寫翻啲咩 caption 啦，畫啲咩嘢圖畫去配翻你想講嘅嘢啦。你聽落好似去個旅行都要做咁多嘢咁，但係其實小朋友係完全唔會有呢個感受，佢淨係會覺得媽媽同我一齊玩一齊畫畫，我有一本 sketchbook。而早2日我同我老公講起話，小朋友而家學緊嗰啲嘢同我細個嘅時候小一真係完全唔同，即係例如佢 writing 咧係會裏邊教點樣寫 hook 啦，點樣鋪排先可以說服到人啦，又學緊唔同嘅建築物料啦。咁我覺得係好 inspiring 同埋好 interesting 嘅。咁跟住我老公就問啦，咁如果你細個讀國際學校，你覺得你而家會唔會更加好呢？咁我又真係諗咗一陣就答佢，又唔會喎，因為咧我媽細個嘅時候係唔理我嘅，佢放工係去打牌啦，同朋友食飯啦，跟住去到禮拜日咧就瞓到下晝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讀國際學校咧，我應該係會變咗中文又唔識啦，英文又淨係識講唔識寫啦，乜嘢都唔實淨嗰種。但係反而讀傳統學校咧就會有好多 follow up 係講到明嘅，例如每日做咩功課啦、幾時測驗啦、成績嘅排名。咁呢啲咧都逼我阿媽去跟一跟嘅，咁我起碼就會學到一啲基本嘢啦。所以如果你係嗰種打算全部嘢都外判啦，唔會學新嘢啦，亦都冇時間去投入咧，坦白講，本地學校俾你嘅支援咧實在好太多，同埋選擇都多好多。第3種千祈唔好揀國際學校嘅家庭咧，就係預算唔夠穩陣。原因係咧，國際學校其實係年年加價嘅，最少佢都加4-5%，而去到中學最平嘅學校都大概20萬一年。而且咧 IB 嘅補習咧係貴過傳統補習好多，最少係1000蚊起跳嘅，加上第時外國升學等等嘅開支啦。
當然你留喺香港讀大學係可以嘅，但係預咗嗰個文化咧係會冇咁夾咯。所以總括嚟講咧，讀國際學校係一條不歸路嚟嘅。轉本地中文又追唔切，思維同文化又爭好遠。所以如果已經讀緊最平，仲要係幼稚園階段嘅國際學校，都已經覺得好貴嘅話咧，真係要諗清楚。因為雖然國際學校真係冇雜費同埋書簿費，但係因為佢假期真係好多，咁你要安排 camp 啦、一啲短旅行啦，或者買好多書，假期嘅時候放喺屋企睇啦。話就話呢啲錢咧唔係一定要使，但係事實係好多家庭都會咁樣安排，因為學校就係着重個體驗同埋睇書。咁講翻轉頭啦，咁我自己既然認為係中學之後先係去外國讀書會比較好，點解我咁細個又送小朋友去讀國際學校呢？個原因係因為我畢業出嚟做嘢之後，我就發覺以前傳統學校所建立嗰個 mindset 係非常唔適合呢個不斷改變世界嘅運作嘅。例如我係怕做錯嘢嘅，做嘢又會跟指引啦，唔敢試新嘢啦，好怕同人哋唔同。當然而家諗翻起我都唔知自己怕乜嘢啦，但係我就花咗10年先至可以擺脫到呢啲舊有嘅思維啦。加上而家咧已經有 AI 嘅技術，世界嘅節奏咧只會係更加快嘅啫。咁創意嘅思維、溝通能力、自學能力，我覺得遠遠比抄寫簿仲緊要嘅。所以我唔希望我女行翻我條舊路啦。仲有就係近排我女學校有一個安排，亦都啟發到我嘅，就係話說咧，我女俾老師揀咗去一個 Reading with the Dog 嘅 support program，即係由一啲治療犬去陪讀啦。咁叫得做 support 有 therapy 嘅時候，咁就真係有嘢唔達標啦。咁我覺得好奇怪啦，明明學校嘅成績表就話佢 reading 係最高個格 exceeding expectation， 點解仲需要 support 呢？咁佢問老師，咁老師就答我，其實小朋友嘅閱讀能力係非常好，但係佢就係唔夠自信，喺大班入邊咧佢係比較少表達，所以咧我想透過呢個特別嘅環境咧幫下佢。咁聽完之後咧，我自己覺得好 impressive，因為佢真係唔係淨係睇學術嘅成績，佢哋仲好照顧到小朋友嗰個心理質素啦，同埋嗰個自信嘅。而呢種教學模式同我小朋友嘅性格咧都係好夾，因為佢雖然係坐得好定，佢學嘢快，但係佢係內向，需要空間嘅人。你逼佢咧，佢就求其做噶啦。但係你俾時間同空間佢咧，佢就會鑽研得好深入。而且學術方面咧，我又唔覺得佢同傳統嘅小學生係爭幾遠喎。起碼我講一句，佢會舉一反三，同埋佢好中意透過閱讀咧去學一啲新嘅知識。呢啲都係一啲好珍貴嘅地方。如果你哋想知道點樣喺屋企可以培養到一個小朋友有一個良好嘅閱讀能力，令佢自主學習，我整咗一個全新嘅 webinar，學霸閱讀大腦的秘密。最後咧會送一個免費嘅 podcast 清單，登記連結喺留言區。最後我想講咧就係無論本地、國際定直資啦，學校都只不過係一個平台嚟嘅啫。要讀得好唔好，除咗睇個小朋友適唔適合，仲要睇個家庭可唔可以配合到嘅。唔知大家身邊有冇一啲讀國際學校嘅小朋友，你覺得佢讀得好差或者好好嘅呢？歡迎喺留言區一齊傾下，等各位新手爸媽有個參考。我哋下次見啦，拜拜。